困窘，天道应将，顺应一柄物，我无少数女，甘用献宝，甘交各有红红火地，有罪不敢下，百姓不备，甘在百姓。边疆有罪，无以万方；万方有罪，罪在边疆。只有大难，天人须负；虽有九千，不如人人。百姓有个，再无一人。今观众心发道，修为观，四方之情行缘，行得国，记作世，故一品，天下之品归心愿，所中民事上者，宽则得奖，信则人人缘，命则有功，功则业。第二章，主张文空之外，何如是可以将正义之外，尊我的并是恶，是可以将正义主张外，何为我的之外？君子非礼不避，得理不忘，欲理不贪，泰理不骄，威理变，主张外，何以非礼不避？之外，因民之所利之治，除非非礼不避何？亦可得理得治，有虽完。若人理不仁，有言贪，君子不重寡，无小待，无敢慢，所不欲泰理不骄何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前事。让人忘利为治，夫不亦威理不变何？主张话何为是
恶自外，不教离散，为之强；不在事成，为之报。万念必其为之少，有之无人也。虽入之人，为之有事。将自外不治病，无以为君子也；不治礼，无以立也；不治言，无以治人也。
号，电子对话，贤者如何落处？不贤者虽有处不落也。诗文将四连解，将字连字，树林光字，不知连字，将四不结，树林出来，昂在连腰。又乐又好，又乐独乐，变鸟学好，昂在连交，念虎跃，君昂以便列为大为交，地点还乐事，为之大或变大。为之交或变交，独之有彼乐不结，各自然无名在乐，各联作也。空地话，是之黑上，无极度大王。扁若物质大王，水有大地鸟兽，去年走落在地下将会往还，花言是有福也，真心言语，何类香？一以其别无何当，以其实无何类，何当相言言？黑见各必见，不如花言之用心者，边个之名不大小。花言之名不加多，何也？便知对话，昂好者，轻衣简布，真人好志，边边记者，气价这边里道，写一个如何知？写58如何知？以58恰个报，结合如话不可，即不必报理，是一作也。话往如地处，即无共鸣之多有因国也，不为动时，故不可相识也。所过不知何地，虎变不可相识也。夫今以时是3年，在我不可相用也。各五虎变不可相识，在我不可相用，是书名用相壮树无限也。用相壮树无限，昂可以是也。我之体，夫之以方，我是者，可以以别之。皆顿可知之条，夫识之时，切识者，可以是作义。必
破自家，可以不记忆。经常是知道，心是以后的。不在乎得落意，去实价，一直只要家人不饥不寒，奖励不昂价，日子有呀。我的是真实，是不低减，所有股票。是不低还，钱数即还归我呀，谁呀？是何以有去年的特质？还归我呀，边呀，我无罪罪，是天下之民之言，第四章。将回房还家人晚安先到，两字还三人一天无灵，有一为好还不一呀，还保佑回家。有回嘛，便有一些呀，有个票，出所的事情呀，是相信家庭而治，为民服务先进，不便有所的事情。在基为民服务呀，让你还基督要讲，义务好好，因为条件的用是呀，如几何的书名基理是呀，这个将会往外经过天下各种人，所的呀，是官人之心，当代有者，将诸事人，对方得有钱，七点一，然略无错。花言僻地，官比世家一世纪，如其何皆可，两字对话，地方别地是可以昂如西京见无名，先行花，薄水量。天路，放假以下日，小记好地用心，入以数字互相，出以数字中上，可是这天，以他今破之更加之变异，必达之年时。不得见到比用其虎辈当着相对推出离散，必含了其人，往里将是，湖水不旁边，我话人家不得，千不及。第六章，并主正中上昂，
出古人话，忘记不出人官，就知地不见所谓。出言文话，天下我学言，我对话便无言。出言一字对话，这是不显假点一字。出言故字对话，天下莫不无也。王帝虎表号，七八我是单汉，将表各语，天有言作文，太言下物，就表不言显之意，其就是属言故字，兼乎天下之人邦。以有不是杀人者也，如有不是杀人者，这天下之人，该因量地方之意，相如是也。并归之有水的酒下，太阳水量无之。第七章，这番行文化，这番经文之书，他的文好，并注对话，有理之道，不得传文之书者，是以后最如团圆。人比之本也，不以即安好。话即何如？即可以安逸。话多变之安，国之变故也。话若花人者可以多变何在？话去。话还有地罗可也，话新文字我也话昂则无动向，有天有理各动下者，昂见字话有何字对话将以分将。讲话下字，我不念其黑道，若不做的就是的对话，言即会分将无话，何可回呀？一阳一字，不是有主话有字话。是心就以安逸，必先加以安慰大家。先过的安是不念家，安话讲先有不先家，这个随便笑，我和爱有，这不念其合作。若不做的就是的，各以用一字呀。话讲无义务必成是以讲为爱呀，以孝一代，必安之字。讲若温之不做的就是的，这就用何之言。讲假话，是先和现在，莫非爱之在第一字以用也，只何必成之为我爱呀？话不相也。
也，见有比见勇也。君子之有禽兽也，见其先，不念见其事。闻其先，不念其表，是以君子还道主也。讲一话，是闻他人有心，无寸不是。夫子之为也，夫我难行事，患理有之，不得我心。夫子言是我心有切见，此心之所以合有王者何也？哇！有合有王者还，我列就以故必见，而不就以故亦无故之何？哇！就以极禽兽，而讲不只有必成者，独何有？然则一物就不故，为不用得见；为心之不见，为不用明言；必成之不见得，为不用因言。讲之不昂，不为也，非不灵也。哇！不为者，不灵者之行，何以见？哇！食泰山一条不害，无人话，我不灵，是行不灵也。为当者不知，无人话，我不灵。是不为也，非不灵也。昂是不昂，非食泰山之条不害之类也。昂是不昂，是折机之类也。我以极前是有我有，以极前是有。天下可闻有将，斯闻显有华佩，事有行病，以故有家当，言故舒心，家事必离意。推因就以报四害，不推因无以报财主。一人，所以大个人者无他意，先推其所为利益。今因就以极禽兽，而讲不只有必胜者。作何有？还天何之轻重？作天何之中断？不改然，心为心，讲清独自。亦讲性家变，为书心。我还有最好，任何还有心无。讲话我何还有事？终于叫我所大约也。讲是所大约，他是本无。讲巧理不言，为非干不着无可无，
天乱不着有体有，亦为太息不着是有恶有，声音不着天有理有，变撇不着思念有钱有，往是自信。但足以強志，是往去為是在，或何我不為是也，或前的往是所代表可比喻，有撇可地表盡錯，離中國是無數語也。依着所為，求着所要，有緣報是求福也。講話就是其心有，話大有心緣。緣報有福，誰不得福？不何哉？依着所為。求着所要，盡心力的為止，何必要在？話他的本無，話初前無初前成，即昂以為實性，話初前成，話簡直效果不可以直在，話過不可以直講，講不可以直講，太累之地，空千里之久，這節有其意，意義學大，可以有多點錯在。再也翻的本意，因往黑正之人，出天下事家，該有必有往之條，兼下該有兼有往之也，相過該有總有往之次。天路該有出有往是土，天下是有一體君家，該有富所有往，記錄是屬連無情，往話我官不良前無是義，還夫主夫我自。連依教我，我雖不變，千相持之。話不行善的有行心家，以事為廉。若變即不行善，因不行心，過不行心。放撇下期，我不為意，業行無罪，然後強力行之，是方便也。因有真人在位，方便的可為也。是個邊君，對民至善，必須讓就以屬福報，富就以作陪度，作水將心道，相連連無殊亡，然後苦力之善。個便是將是日傾，
呀，这年之善，养不就以父父母，父不就以作陪主，作水将辛苦相连，不变有死亡，处以救赎力强不详，下下地地记载，往要显示，即合翻基本义，我个之前，书籍以上，我实价可以以别义，皆顿各地之条，不识其时，其实价可以实足义，结果之点，不断其时，不可之家，可以不记义，见相思之教，心之好地之机，但别者不负大有得罗义，若者以别实足，地面不羁不寒，想力不忘者，必之有也。今日来看，两位王将顾下第二章。关昂文化，关昂自由康七十地有之，并自对外无端有之，或就是记载后，或并有意为笑也，或我人自由康数十地，并有意为大和也，或本王自由康七十地，作妖者妄言，披头者妄言，无名党志，并以为笑。对了几好，心思之无境，本国之大境，正何甘接？新闻高官之类，有风数十里，杀其未落者，自杀人之罪，这是风数十里，为政有国中，并以为大，不言其好。第三章，这宣王文化，高邻国有德好，并主对外，有以仁者为良，以大事小，是个通事家，本王事困疑，以地者为良，以小事大。
太王属分约，火箭属我，一代属小者，六天者也；一小属大者，为天者也。六天者，保天下；为天者，保有时报之往还，代在言矣。官人有志，官人好用，对话。王请不好效用，不讲即是话，必我感动我在。此匹夫之用，亦一人者也。王请大志，诗文王吃书诺，完整记录，以压作古，以道就好，以对有天下，此君王之用也。君王亦应利安天下之民，是话天降下民，足之君，足之师，以话基助上帝，向之四方，有罪无罪，以我在。天下百丈有话法治，一人行有天下，不王体制，此不王之用也。第不王亦应利安天下之民，今王亦应利安天下之民，以向王之不好用也。第四章，这三王鉴定自有说讲，王话贤者亦有出路好，应主对话，有言不定，即非其相应。不定是非其相者，非也。为民相利，不污民动乐者，亦非也。道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乐于天下，忧于天下，然利不亡者，亦忧也。学者皆天光不无变自话，我欲观有专乎调布，从阳我何修理可以体悟先王观也。变自对话，现在分也。天主惜诸侯或顺受，顺受者顺所受也。诸侯了有天主或率之，率之者率所之也，无非是者。春性经理不不教。秋香良理所不救，下干患，我王不由，我何以休？我王不由，我何以知？
不然，此行地中时，己者不失，得者不胜。见见思谈，便乃作业，方便欲变，掩饰着调。流连风浪，为诸何忧？将留下地梦幻为之流，将留上地梦幻为之点，将受不养为之康，毒酒不养为之亡。先王不留连之道，洪王之乡，以君所行也。天公一代代无过，出下无高，无是施行法，多不正，调太师。话为我作本心上一之间，盖低小吉小是也，其实话却君何有？却君者好君也。第五章，这算王文话，应该为我非明堂，非注意无边房者，公者之堂也，王欲行王者，则不非之意，王话。王见可的本无对话，实者本王之自己也，将者有益，书者细路，观其机而不精，定中不见，随人不落。道理不切不观，道理不忽不挂，道理不知不道，有理不忽不公，处事者天下之强民理不可者，本王不讲是人。必先书属者，是闻可以复节，爱处且动。文化相在言后，话公诸生子，即何为不贤？文化。寡人有节，寡人好好，对话，实者公刘好好，斯文乃节乃聪，乃个可良，无道无容，书籍用功。将士书中，干戈出扬，万方开行。故者有直冲，行者有个良也。然后可以万方开行。王如何
吼，有德性同志，有恩和友，恩话话人有节，话人好色对话。食者太王好色，爱发挥，诗文过光攀虎，来调做马，水虎只有其下，完结强路，就在事物。东西西呀，为不万度，为不空乎，恩如好色，有百姓同志，有朋友，第六章，编组为第选行话。王之时，有托其车主有其表，比之初有者，比之反也，即当为其车主，即主之和，王话其志，话书书不良必书，家族之和，王话义之，话树根之类不定，家族之和，王国左右地见他，第七章。两组建在双旁，话所谓各国家，非为有家务之为也，有世人之为也，王无亲行矣。食者所见，今日不知其如也。王话，我何以识其不在以下之？话国君进贤，自不得已，将士兵如尊，所如前，可不信无。只有该我贤，必可也；只在乎该我贤，必可也。不仅该我贤，然后察之；见贤言，然后用之。只有该我不可。